你来找我，无非是想问我当年之事。说吧，你想知道些什么？我只是想问，我爹和我娘的事。世人皆说，叶鼎之是个十恶不赦的魔头，可在我眼里，他是个至真至善、至情至性之人。我们初相识，他还是一个意气风发、鲜衣怒马的少年郎。他是一个武痴，也是一个情痴，终其一生都为情所困。至于那个女人，她是叶鼎之的宿命，也是劫难，不提也罢。你是说，我娘？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若不是当初他突然抛下你们父子回了皇宫，叶鼎之也不会率魔教东征。最后，不知来生他是谁，饮汤便忘三生石。要是我能早点酿出孟婆汤就好了。这世上真的有孟婆汤吗？我还差最后一味药引，等我酿成，你来陪我喝一杯，可好？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雷无节。叶姑娘，怎么？你有话想对我说？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。叶姑娘，自从我第一次在美人庄见到你，我就会经常想起你。每次想起你，心里总是暖暖的。你说你先天心脉不全，需要一直留在雪城治病。我会寻遍天下名医治好你的病，一直保护你。我知道我说这些话很可笑，我没有萧瑟长得帅，也没有无心武功高，但我会努力的。等我有一天成为剑仙，然后呢？然后，等你成为剑仙，说不定我都已经老了，说不定那时我已经嫁给了萧瑟。你当真喜欢萧瑟？就算如此，我也一定会一直保护你的。一辈子太久，你舍得让我等吗？我要你现在就许诺。叶若依，我会让你喜欢上我，那时我雷无节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娶你。我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任何想做的事情。我会守护你的。让我来守护你吧。怎么是你？难道童婉也是你？不然是谁啊？那我说的话，你都听到了？听见了？都听见，都听见了。我也听见了。哎，叶姐姐听到你说第二句话，咻的一下就跑出去了。我要跳草阁了。就走啦？怎么叹气啊，爹？郡王不好吗？萧公子，你这心伤倒是能治，但是你这旧疾……救急？什么救急啊？按照你的修为，原本还有一步就能练成逍遥天境，只可惜你的引脉被别人打断了。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呀？爹，引脉受损，可有药医？那倒是有，蓬莱仙境，天外仙人，不问天数。哎，秦洛，
爹有话要对你说。你在外面历练了一番，逐渐沉稳起来了。以后啊，这令牌就由你来守护。我不接。听话。爹，我都说过多少遍了，我不接。我不管那个六皇子是谁，那都是你们上一代的事情。我们自有自己的新江湖。况且，我司空千落，只守护自己想守护的人。坏了，雷无节闯阁都闯到14层了，我守阁去了，放下了啊！我守阁去了。你给我站住！这臭丫头，爹的话还没说完呢。哎呀，这个，别看我！别看我的！大小姐来了！雷家堡，雷轰门下弟子雷无节前来闯阁。大师姐，要是打不过我，就没资格叫我师姐。我前来闯阁的初衷，是为了完成我师父的心愿，并不是为了什么名声和利益。所以，若真要跟大师姐动起手，也请莫怪。雷无节，你确定你有能力与我一战？若是换做以前的我，的确比不上大师姐。不过呢，这一路走来，我经历了很多，也学到了很多，所以，即便是输，我也会拼力一战。火灼之术，第4进。离火！大师姐得罪了。哎呦，不愧是雷家堡无方拳，这拳术恐怕是到第9层了。大师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刚才就随便挥了一拳。你太厉害了！我不是你的对手，走吧。大师姐，你这演技也太浮夸了。这里面就我们2个人。哎，你要放水就放水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。你要是敢告诉别人，就死定了。谢了，大师姐。谁呀？是我。还有没有规矩了你？话都没说完你就跑。爹。站好！你偷偷跑出雪月城去当土匪的事儿，还没有算账呢。你回去好好想想。来人呐！我肚子疼，我要上茅房。哎，我不肚子疼了，我要吃面，我要吃那个城门口的牛肉面，不吃城门口的牛肉面我就饿死自己。我不吃，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要出去！大小姐，你就不要为难我们了。三城主让你好好闭门思过，你走了，三城主会打死我们的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关死我算！
小瑟，你睡着了？小瑟，你该不会是死了吧？小瑟，怎么不理我呀？我这，你再不管我就真要死了。小瑟，你不会真的死了吧？小瑟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我要闷死了！小瑟，大表姐，你是来救我的吗？当然了，因为我知道失去自由的滋味。之前我的确是有点讨厌你，不过我发现你人还是挺好。嘿，我爹也真是，整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什么都不让我干，就知道把我束缚在雪月城。有些东西失去了才明白珍贵。你说的对，要是我爹他突然不关心我了，我也会很难过的。但是，就拿这件事情来说，他们上一辈人要守护的人和事，为什么非要丢给我呢？上一代的事情就应该留在上一代，老纠结着过去不放，还怎么往前走啊？唉，没错，抓住了往事，又能改变得了什么呢？雷家堡弟子雷无节问见雪夜剑仙。好，我已经来了。你不出剑吗？这个就够了，出招吧。我有一剑，名曰杀不死，请剑仙赐教。学艺不精就敢问剑，你师傅就是这样教你的吗？啊！姐，这样偷懒，以后如何与阿姐一起并列江湖？练不好剑又如何？反正我们现在也很快乐呀。不，我们一定要成为剑仙。哇！无姐，姐姐要走了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从今日起，我随母姓，改名李寒衣。姐姐，我要前往剑心冢，跟随外公练剑。这些年，姐姐最心练剑，成为雪月剑仙，恐怕早就把我给忘了吧。其实这些年，我一直关注着你的成长。只是身为城主，有些事情身不由己。没想到一晃数年，你都长这么大了。我这次来，是为了我师父雷轰，他病情愈加严重，最大的愿望就是再见一次最美一剑月夕花尘。雷家堡弟子雷无节，望请雪月剑仙前往雷家堡见我师父雷轰。你既闯了登天阁，按规矩就是我的弟子。那一件月夕花尘，我交给你，你亲自带给雷轰吧。可我师父想见你使这最美一剑，姐，你就跟我去雷家堡吧。不去。哎，姐，姐，该找上门的还是找来了。司空城主，这一剑之美，可不仅仅是剑美，背后更有一段爱情故事。真的吗？哎，来这边坐。哎，司空城主，你快跟我讲讲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剑双修的赵玉珍。姑娘，你是谁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是个姑娘？你就是啊。我是雪月城李寒一。李寒一，好清冷的名字。我想问问你的剑。现在不行。为什么？我等着吃桃子呢。要来问剑，等我桃子熟了再说。我让你吃个屁！小仙女，小仙女，下次可还来3月之后，再来问剑于你。好，3个月后，我在桃树下等你。师傅说的对，漂亮的女人都是会骗人的。约定之期也过，小仙女却没有了。喂，小仙女，你来了。你为什么总喜欢戴着面具？拔剑。看来你换了新的佩剑。拔剑。你把面具摘了，我就拔剑。你。可以了吧？出剑吧。西花城。剑仙誓不出关。那后来呢？我姐她去赴约了吗？赴不赴约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2个人，一个死也不说，一个死不出门。这2个人，司空城主，萧公子，萧四，你好了。某人欠我的500两还没还，我怎么舍得有事呢？啊，我把这事给忘了。哎，走。咱们现在去找我姐拿银子去，走。走了，慢点。姐，这是我初入江湖时所用的剑，名唤听雨，给你了。听雨，好好听的名字。姐，这剑虽是好剑，可它拔不出来啊！是不是你太长时间没用生锈了？这是外公李素王所铸，是一把有灵性的剑。你要想拔此剑，必须要找到拔剑的理由。
拿剑的理由。对了，姐，你有500两银子吧？不务正业。大表姐，我带你逛逛我们雪月城，这里有好多好东西，走走走。大表姐，我们雪月城热闹吧？萧瑟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也喜欢叶姑娘？也？哎呀，原本不喜欢，但你这么一说，我发现叶姑娘好像确实不错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轻浮啊？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那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？我当然喜欢。哦。哎，既然你伤势见好了，咱们就公平竞争。不必。哎，你姑娘，来随便看看啊。这女孩子家的东西，你凑什么热闹？大师姐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想挑个礼物送给喜欢的女孩，你帮我看一看吧，一定要最好的、最贵的那种。朋友，那你爹告诉你那个朋友，你就说，只要是诚心的，哪怕是路边的狗尾巴草，河边的鹅卵石，亦或是清晨拂过他面庞的第一片柳叶，只要是他送的，都会喜欢。真的吗？啊，狗尾巴草、石头、柳树，太好了，谢谢大师姐。大表姐，你帮我挑个簪子。我戴这个好看吗？不好看。师父，那个女子的眼神很像那个妖僧。这位姑娘，好生面熟啊！无双城的人跑到我们雪月城来做什么呀？怎么，你们雪月城的人还怕我们无双城的人来吗？当然欢迎你们来了。我们雪月城的街景这么繁华，这么热闹，想必你们无双城太过冷清，是从来没有见过的。这位姑娘，我们是否曾经见过？何负一睹芳容？好你个老色鬼，你有没有廉耻啊？还想一睹芳容？你现在想得美呢你，知不知道羞耻啊？一把年纪了还对我表姐上下其手，动手动脚的，滚回去！表姐，不要理这个老流氓，咱们走。师父，云飞，去查一下这个女人到底什么来头。是。公子，查到了。公子不要再查了，我知道你故意暴露自己，就是想引出幕后主使，可你这次差点就……无论白小棠如何查，结果依旧如此。当年琅琊王被诬谋反，他的确是自尽，
琅琊王害怕与明德帝之间的兄弟猜忌，会影响到好不容易稳定的北离社稷，为了大局，做出了这个决定。对了，暗河的杀手是赤王派来的。不仅是赤王，我怀疑背后搅动风云的另有其人。黄金棺材的消息是从宫里传出来的，或许背后之人与琅琊王案有关，还有暗河的杀手，非我武功的人。父皇，你听说了吗？楚河出现在雪月城了。禀父皇，儿臣也是刚知道。你亲自去一趟雪月城，务必把萧楚河给我带回来。你告诉他说，朕已经赦免了他，只要他能够回来，这太子之位就还是他的。去吧。儿臣遵旨。这么多年，无论我怎么努力，父皇最中意的还是萧楚河。你竟没死，那就只好让你再死一次。我萧瑟的脑袋到底值几个钱？能让你们暗河的人三番五次的来杀我？那就只能怪你命不好了。雪月剑仙，你们雪月城是铁了心要护他吗？他是何人与我无关，想要在我雪月城里杀人，得先问过我的剑。撤。跑得还挺快。哎，姐，你当年是不是就用刚才那一剑打败了魔教教主叶鼎之啊？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我要闭关3日，你们好自为之。姐，小四，你没事吧？我刚才是不是又说错话了？你姐可是当年围攻叶鼎之7人里一心想要杀他的人。糟了，吴昕不会要找我姐报仇吧？吴昕，如果你真要报仇，我愿替姐姐偿命。无双城宋燕回问见雪月剑仙。雪月剑仙在闭关，谁也不见。你就是那个挑战2次都失败的无双城城主？打剑！我都说了，我姐姐在闭关，你还是回去吧。既然你要守护，那我便踏着你的尸体进去。无双城宋燕回问见雪月剑仙。
外，趁人闭关搞偷袭。你们无赖城只会搞偷袭，找死！姐，小杰，宋彦辉，我曾经伤过一个人的自尊，所以你每次来挑战的时候，我都会让你3分。我要的从来不是让，而是认真一战。那好，我便如你所愿。是我输了，告辞。姐，你没事吧？你这个傻小子，自己都顾不上，还想着别人。你拔剑了，拔剑之时，你心中所想的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想着，姐你有危险，我要保护你，然后就拔出来了。跟我来。当年因评判有功，琅琊王萧若风册封4人为天启4守护，分别以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为代号。现在我将母亲的青龙令牌交给你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这一代的青龙使。那这天启4守护要守护的是什么东西？本来天启4守护是个虚职，后来因琅琊王的请求，传习天启4守护令牌之人要担起守护那个承载着王朝未来希望的人的责任。也就是说，是那个失踪的6皇子萧楚河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直到我看到你因为守护的意志而拔出了听雨剑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不要。既然是母亲的遗命，那我自当奉命而行。况且6皇子是如此大义之人，我雷无节敬佩他。好。可这6皇子要到何处去找啊？你不知道？我是该知道还是不知道啊？那位6皇子其实比你也大不了几岁，当年在天启被贬后，遭到仙家的伏击，被废去了一身的武功，从此在江湖上就销声匿迹了。啊，那岂不是要我到处去找？这无疑大海捞针啊！其实你不必去寻他，当他遇到真正危险的时候，你一定就在他的身边。真的？这是调理的药方，你虽无性命之忧，但仍有隐脉需调。叶姑娘费心了。你应该知道我为何如此费心。永安王殿下，叶姑娘不用费力气了，你要找的那个人早就死了。陛下早就赦了他的不敬之罪，还封他为永安王。可他迟迟不肯回天启，却躲在这雪月城。皇宫深深，哪有江湖逍遥啊？也许他进城时受伤昏迷，若有的选，他也未必进城。听闻他进了雪月城，我本以为他还有帝王之志，哪怕是为了琅琊王。琅琊王当年被诬谋反，2大剑仙怒指圣上，都无法力挽狂澜。他一个武功全失之人，与废人无异，又有何神通呢？来不及了。当他踏入雪月城中，尘封的一切都开始运转。陛下病重，朝野间都传，陛下要在龙凤卷轴上写下储君之名了。而我们都知道，那上面本该是萧楚河的名字。如果萧楚河还能回来，还能站在我面前，我和叶自莹将帮他重回天启，拿回属于他的一切。他俩说什么呢？什么天启？什么拿回一切？
你可是雪月城的大小姐，偷听门缝算什么呀？没出息！哎呀，这么晚了，他俩到底有什么好聊的呢？无论如何，多谢叶姑娘这段时日的照顾。我照顾你，也是看在千洛妹妹的面子上。你心思深沉，日后千洛少不了为你苦恼。那些江湖朝堂之事太过危险，一个客栈老板如何护千洛周全？千洛，叶姐姐，你俩接着聊，我就是路过。千洛，没什么好聊的了，只是我误以为他是我儿时的一位故人。但今日一看，是我认错了。这里没有为天下而战的萧楚河，只有某人喜欢的客栈老板萧瑟。某人？什么喜欢？我没有喜欢。真的？那看来是我白担心了。叶姐姐，这世上没有谁是谁的附属，也没有谁一定是谁的守护。千洛是个好姑娘，日后定会成为枪仙，自为高峰。至于我们，若是有缘，定不辜负。师傅，怎么样？终究还是输了。这个雪月剑仙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告诉我他在哪，我去一战。够了，不要再胡闹。师傅，已经查明那女子就是无心和尚。好啊，雪月城竟敢包庇魔教余孽！无心，跑了那么远，也该停下来歇歇脚了。旁边那位施主跟了一路，也一并出来吧。好眼力！好小子，我们都被他给骗了。不好！无心的劫，还是无心自己来渡吧。师傅，哎，不用追了，鱼已入瓮了。都出来吧！怎么是个女子？不是说抓魔教之子吗？莫非消息有误？宋城主的消息不可能有错啊！宋城主，你不是说抓魔教之子吗？这怎么来了个娘子啊？此人
便是躲在城中的魔教之子吴昕。如此美女，怎么会是魔教之子？宋城主，您不会搞错了吧？除非他用了罗刹堂秘术，把你面纱摘下来。看来啊，这麻烦还是要解决。他的眉眼真和魔教之子有几分相似。诸位，魔教之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，我们一起上！住手！你们说他是魔教之子，他就是魔教之子吗？就是。哎，要是我说我是你爹，你岂不是也要叫我一声爹？你什么你？你在进城的时候就已经百般调戏我大表姐，怎么？现在还蹬鼻子上脸？哈！莫非你是死心不息，还想继续非礼我大表姐？你姐可以拜我，但你不能。我就说呢，今夜雪月城如此热闹，原来是无双城的宋城主到了。拜见枪仙。不知道宋城主来我雪月城所为何事啊？自然是关于魔教之子的事情了。魔教之子？难不成会在我雪月城？哼，不知司空城主是不知道，还是故意包庇？我算弄明白了，原来宋城主来我雪月城是来找我问责的。魔教余孽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司空城主，我看您还是把人交出来吧。难道父亲是魔教教主，那儿子一定是小魔头吗？难道你不知道，寒水寺的住持忘忧大师就是被他杀的吗？他把罗刹堂32秘术学成之后，入了魔，杀了忘忧大师，不是吗？真是可悲，人云亦云，道听途说。你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是这吴昕杀了忘忧大师？话不多说了，司空城主，今日你这人是交还是不交？交还是不交，不是你说了算，而是我说了算。你口口声声说这魔教之子在雪月城中，可自始至终，我看到的只有我雪月城的百姓，并没有你所说的什么魔教之子。倒是你宋城主，如果你想利用魔教之子扰乱我雪月城的话，恐怕你这无双城的城主也当不成了。你，白王殿下驾到！见过白王殿下。都起来吧。本王无心插手江湖之事，今日前来只为会见一位故人，不知雪月城和在场的诸位英雄豪杰，能否给本王几分薄面？白王殿下见笑了，不知您想找的是哪一位？殿下小心。好久不见，萧楚河。原来你是萧楚河，也就只有你不知道了。你也……原来父亲让我守护的六皇子，就是萧策。我们兄弟二人，似乎很久没有像这样坐在一块喝茶聊天了。是啊，上一次还是我离京以后，准确的说，是琅琊王谋逆案以后。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，我喜欢向前看。真的过去了吗？跟我回天启吧。小时候，我一直以为天启是全天下最好的地方。等我长大离开以后，方知天下之大。还请白王转告父王，我还需游历一番。为何？我觉得江湖比庙堂更有趣。是吗？
我还以为是因为你结交了新的兄弟。哎呀，你知不知道，这个白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白王萧崇，因大皇子扫妖而成为实际上最年长的皇子。传闻他天资聪颖，谋略过人，深得皇帝宠爱。可不知为何，突然双目失明，从此之后深居简出，因此少有人知道他是个盲人。哎呀，这也太可惜了。一步障目，不清眼前人，却闻天下事。白王虽然目盲，但心不盲，才干依然胜过大多数皇子，也是第一个被封王的皇子。哎，那他为什么突然来找萧瑟？还有之前那些杀手，到底是不是？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。说来也巧，白王突然出现，我的朋友才能这么容易脱身。没想到，你真的和传说中的魔教之子结识为朋友。看来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萧楚河。瞎子，瞎子，你个瞎子，我揍你！不许欺负我二哥，假模假样，还不赶紧给我滚！这件事没有你说话的份儿，滚吧！大多数人都认为瞎子即是蠢，魔教之子即为恶。我不愿囿于成见之中。我跟你一样，体会过荣宠一生的感觉，也感受过一落千丈的滋味。当年你跟父皇之间，不过是一时的意气之争。意气之争？你当真以为琅琊王案是真的谋逆吗？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父皇已经放下了，你也该放下了。我放不下。你知道皇叔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你跟他感情深厚，有句话很残酷，但也很现实。自古皇家无父子，帝王家中少兄弟。所以，二哥也没打算认我这个兄弟。那我何苦还来这里？你当初就不该触他逆鳞，事到如今，也不必逼我表态。我到底怎么想的不重要，琅琊王当年是不是真的谋逆也不重要。重要！琅琊王当年拼死护他登上皇位，一个全天下最不能谋逆的人被安上了谋逆之罪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明眼人都知道为什么，你更不会不知道。琅琊王原本深得人心，可他出事之后，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替他说话，只有你这个傻子。是，我是个傻子，当年是，现在也是。只有我这个废人，为了一个死人，讨回公道，平反昭雪。照我看，此事几乎毫无希望。什么帝王心术，还不是为了满足他的一己私欲？什么帝王霸业，还不是为了守住他的位置？六弟，这里只有你我二人，有些话我可以当作没听过。只要你愿意回来，父皇会赦免你的罪过，你依旧是那个天之骄子。我又没有罪，谈何赦免？在他心里，没有兄弟之情，也没有骨肉之情，有的只有无尽的猜忌和怀疑。这样的家，我不回也罢。看来你还是对当年被贬之事耿耿于怀。琅琊王谋逆案，对于我，是私事，也是攸关北离的家国大事。我必定会追查到底。萧楚河已经死于雾林之中，
现在只有客栈老板萧瑟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从没想过害你。落地为兄弟，何必骨肉亲？你说我不想认你，可我怎么觉得是你已经不需要我了？萧瑟，你可算出来了！你再不出来，我俩都要硬闯了。可他好像不需要你的保护。是啊，我又没说要你保护，是你非要跟过来的。你们行，我自作多情行了吧？不对啊，哎，我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，我还莫名其妙欠了你500两。哎，这个小横货。你今日为何不跟白王回天启？现在还不是合适的时机。我知道你心里也有计划。如果要调查琅琊王谋逆案，回天启调查，岂不是更方便？我之所以要查清琅琊王案，不仅是为了找出当年谋害我的人，更是为了揪出背后搅动风云的人。如此奸佞不除，无论谁登上帝位，北离都将不得安宁。原来如此，看来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萧楚河。只有你这样心怀天下、深谋远虑的皇子，才能担当社稷之重。我可没说我要当这个帝王。你这股绝劲儿，和雷无节简直如出一辙。我和我爹的双刀叶子营，是你永远的后盾。无论何时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叶子营便会为你冲锋陷阵，在所不辞。我也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。无双哪儿去了？他说要再买些糕点带回无双城。这孩子，让我们在这里等等他吧。王长老、吴长老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听说城主大人要回城，我们2人特来迎接城主。大长老，有话不妨直说吧。为了让无双城重新崛起，我们已经等了太久太久。现在看来，你绝非那个能够带领我们无双城重回巅峰的合适人选。叶回啊，这论能力，你有忠心之相，却无忠心之才；论武功，你接连挑战李寒衣3次，但是却一次比一次输得更惨。2位长老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师父为了无双城殚精竭虑，为此荒废了他的剑术，你们怎能落井下石？哎，玉妃，不得无礼。我承认这些年我做的确实不够好，时机一到，我也愿意退位让贤。既然如此，那回去之后，你便把城主之位禅让给你的师弟叶涛松。叶涛松，他并不是我心中最合适的人选。哼，你不就是想让你的宝贝徒弟无双继位吗？无双怎么了？放眼整个江湖，还能找出第2个这样的人吗？年纪轻轻，他便能使用无双剑匣，假以时日，他定能成为剑仙。他绝对能担负复兴无双城的重任。无双确实天赋异禀，但他胸无点墨，目无尊长，
绝非无双城主的最佳人选。这说到底，无双只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。我们无双城这100年的基业，绝不能交到他手上。识相的话，就应该把城主令牌交出来。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接应，是想逼我交出城主令牌？你的剑还未到剑仙境，而且你刚刚还受了重伤，你不会以为你能抵得住我们2人的合力一击吧？无心，小魔头，我们放你一马，你竟敢来插手我们无双城的家务事！小僧只是看不惯你们联手欺负一位重伤未愈的老人罢了。家务事他没资格，我有没有资格？林说、听说、风萧、绕指柔、玉如意，陪2位长老好好玩玩。无双，不得剑指门派师长。宋应回，你可真是收了一个好徒弟呀！黄口小儿，就算你能操纵无双剑匣，没有我们2位长老的认可，这无双城主你也当之不得。哼，是吗？师傅，这次可是他们先动的手。他居然能操纵10柄，不错。我想剑匣尽开，13柄剑禁用，也已经指日可待了。怎么样？我配不配当城主？配的，配的，配的！还不快滚！走走走！这令牌交给你了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无双城的新任城主了。师傅，其实我压根儿不想当什么无双城城主，我只是喜欢练剑。但是，我知道师傅您一心想复兴无双城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好。哎，和尚，你来做什么？难不成是来找我比试的？小僧只是想向宋城主请教一些事。无心，借一步说话。无双，买什么糕点？什么都有。辛苦你了，买这么多。我所做的一切，并非是针对于你，我只是想让无双城重新回到天下第1的位置。你无需多言，有些事我心里已有答案。你想问我什么就说吧。我爹叶鼎之当年已经率领魔教大军攻入天启皇城，但为何还会被围攻在草庐？当年叶鼎之差点就杀了明德帝，最终输给百里东军半掌。听闻叶文军要去草庐找他，所以百里东军带着叶鼎之去了草庐。可江湖各派岂能不追杀他？没有，没有。宋大哥，就这样让那个大魔头跑了吗？我们也都不知道这草庐的所在，还是回去重新商议一下再说吧。我知道。碎空刀，王仁孙，他俩之前都是叶鼎之最好的挚友。王仁孙一直劝说叶鼎之不要东征，最终叶鼎之没有听他的。王仁孙现在在何处？于天国大梵阴寺。告辞。
雪月城，我还会回来的。你回来是为了学武功，还是追女孩啊？我都要，不行吗？这么说，是小僧耽误你正事儿了呗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与朋友一起闯荡江湖，那也是我的人生大事啊。朋友？对啊。哎呀，我以前就答应过你了，要陪你一起去的，一约既定，万山无阻。知道我要去大梵阴寺干什么吗？你想去，肯定有你的道理。你想说的时候也自然会说，对吧，小僧？还是你最了解这个和尚。那可不，我们可是好歹也经历过好几次出生入死的兄弟了。这大师姐也不知道出来送我们一下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说谁没有人情味呢？叶姑娘，你上好了。啊？谁叫俺？那怎么的？我还要尊称你一声六皇子殿下呗。竟然骗了我那么久。叶姑娘，谢谢你来送我。哦，对了，你身体好些了吗？好些了。若是枪仙治不好你，你就去雷家堡找我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你的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久闻雷家堡盛名，我想将来一定有机会去拜访的。还有你们，一个两个的都是大骗子。我要不是男扮女装，大小姐还会和我成为朋友吗？这话说的倒是没错。起初呢，我倒觉得你是个危险人物，不过没有想到，你这魔教之子，你还有纯良的一面哈。我们并非有意隐瞒大小姐，大小姐心直口快，是优点，也是缺点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也要像你一样，藏着掖着喽？没错，我接了我爹的令牌，可那又如何？我可没像你一样藏起来。藏？萧楚河是我的过去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萧瑟，一个穷困潦倒的客栈老板。这段时日，感谢青仙和大小姐对我的照顾，萧瑟感激不尽。你这突然好好说话，我还有点不习惯了呢。反正呢，无论你是萧瑟还是萧楚河，我司空千落，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和自己的判断。原来大小姐不仅心直口快，而且还心明眼亮。其实，你不必被天启寺守护所束缚，你只需要守护你自己珍视的人就好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能被你守护的人，还挺幸运的。行了，走吧。叶姑娘，保重啊。唐门三老竟然都来了！你们唐门不是雪月城的盟友吗？怎么到了自己家都不进去？难道是在此等着伏击我们？哎呀，看来啊，又是冲小僧来的。不愧是魔教之子，本事大得很。你在雪月城里藏了那么久，连无双城的人也奈何不了你，但我们唐门绝不会眼睁睁看着你祸乱江湖。一个个说的冠冕堂皇，说到底，还不是贪图吴心身上的武灵秘籍？想不到大师兄所在的唐门，竟是这么虚伪。哼！废什么话？出招吧！我来。
灼之术，进！就这，火灼之术第6境，迦楼罗。一力掌无方拳和天下第一的无极棍，的确是能抵挡一阵子。但是我们唐门的暗器不仅仅如此。唐门三老是想一起死在这儿吗？